全世界最聰明嘅猶太人，竟然因為呢3個原因，被西方厭惡咗2000年。而猶太人喺融入西方呢一點上，亦都從未鬆懈過。如今佢哋已經完全接受西方嘅一切，但仍然得唔到歐洲人嘅接納。最關鍵嘅係，全球嘅金融話語權都掌握喺猶太人手中，西方仍然對佢哋嗤之以鼻。點解號稱最優秀嘅族群，卻揾唔到一個讓自己被接納嘅好辦法？猶太人唔受歡迎，呢一個首先同佢哋自身嘅宗教猶太教有住密不可分嘅關係。作為最古老一神教宗教，猶太人將上帝耶和華視為唯一嘅創造者同真神，認為自己係天選之子。只要自己虔誠嘅信仰耶和華，就可以脫離困難，榮登天國，成為神嘅子民。而其他民族同埋異教徒只能夠永世喺人世間承受煎熬同埋痛苦，冇辦法得到上帝嘅救贖。講嘅簡單一啲，猶太人係被上帝眷顧嘅民族，天生就比其他民族優秀。猶太教呢一種天然嘅優越感同排他性，成為咗猶太人難以被其他民族接受、受到排斥嘅基礎，亦都讓猶太人成為一個相對封閉、保守排外嘅群體。公元4世紀，為咗鞏固皇帝嘅正統嘅地位，羅馬帝國將從猶太教分裂出嚟嘅基督教正式確定為國教。呢項政策讓猶太教同埋猶太民族進一步受到普遍信仰基督教嘅歐洲平民嘅排斥。隨後基督教會發佈規定，唔允許猶太擁有土地，並將猶太人當作賤民。喺宗教勢力嘅倡導下，歐洲各國開始驅逐、限制、敵視、迫害猶太人，成為西方世界排猶運動嘅思想根源。第二點就係猶太人嘅濫金手段啦。歐洲嘅猶太人受到羅馬教廷嘅壓制，無法進行自主生產，只能夠選擇聚集喺人口稠密嘅城市，從事各種商業同手工業嚟養家糊口。同當時愚昧落後嘅中世紀歐洲人唔同，猶太人從小就接受良好嘅教育，並且有住要悠久嘅經商傳統。靠住自己嘅勤奮同努力，佢哋迅速完成咗原始積累，掌握咗大量嘅金錢。靠住呢一筆財富，精明嘅猶太人參與到當時新興嘅金融、工商業同埋高利貸行業中，通過各種手段壓榨平民所剩無幾嘅收入，逐步拉開咗同歐洲本土民族嘅貧富差距。隨住歐洲本土資產階級嘅興起，佢哋盯上咗猶太人手中豐厚嘅家產，開始利用政治同宗教手段對猶太商人進行打擊。德意志宗教改革領袖馬丁路德就喺其著作中大肆抹黑金融猶太人嘅醜惡形象。佢用充滿敵視嘅語評價富有嘅猶太商人，話佢哋身上充滿咗臭不可聞嘅金銀臭味。全世界冇邊個民族好似猶太人一樣自私吝嗇，佢哋就係一群該被詛咒嘅高利貸盤剝者。佢哋利用金錢將基督徒囚禁喺自己嘅土地上，汗流浹背嘅為佢哋工作，用基督徒嘅奉獻嚟滿足佢哋嘅幸福，用萬惡嘅高利貸嚟俘獲基督徒嘅善良。猶太商人們則可以悠閒嘅坐喺寬敞嘅別墅裏邊飲酒作樂，坐享其成。漸漸地喺西方人嘅心目中，猶太人嘅形象與好人惡奴、投機倒把、貪得無厭嘅社會寄生蟲畫上咗等號，並誕生咗莎士比亞筆下威尼斯商人當中惡毒殘忍嘅夏洛克呢個經典形象。文學長時間嘅宣傳，俾種族之間嘅矛盾逐漸被加深，敵對嘅情緒漫喺西方人同猶太人之間。知道內情嘅人只想除掉猶太人，得到佢哋嘅財富；而唔清楚嘅人被種植咗仇恨嘅態度，亦都會下意識嘅將猶太人視為污糟之輩，只想隨之而後快。最後一點係政治上嘅原因，由於猶太教嘅極端保守性，喺猶太人嘅心目中，猶太教嘅教條同埋佢哋所奉行嘅摩西十誡嘅重要性，要遠遠高於所在國法律嘅權威性。呢個導致猶太人對居住地冇認同感，亦都唔將自己當做所在國嘅國民，只係承認自己係上帝嘅子民。有一個好典型嘅例子，
隋唐時期，猶太人沿住貿易道路嚟到中國，最後喺開封定居。但係喺中國嘅土地上，佢哋嘅習慣雖然被同化，但精神上仍舊保持原有信仰，傳承自己嘅文化。以色列復國之後，開封猶太人有近100人選擇放棄中國國籍，以猶太人嘅身份千里迢迢咁遠赴異國他鄉嘅以色列生活，去追尋佢哋心目中嘅聖地同故土。正係咁樣一群人，當國家遭遇災難或者外敵入侵，佢哋亦都唔會挺身而出奮起救國，只係關心自己嘅眼前利益同宗教信仰。呢一種深入骨髓嘅自閉思想，俾佢哋得唔到所在國人民嘅認同，將猶太人視為異類，排斥佢哋嘅存在，遭到其他人嘅冷嘲熱諷。佢哋之所以流浪全球，其實亦都係因為戰爭。猶太人祖先係起源於西亞古代游牧民族希伯來人，經過長期嘅遷徙，喺水草豐美嘅迦南地區定居繁衍落嚟。穩定嘅環境帶嚟咗人口嘅增加，希伯來人已經逐步擴大到需要分區分部落嚟管理咗。於是佢哋按照部落同居住地區被劃分為12個支派。公元前1000年左右，為咗抵禦外來民族嘅威脅，分散嘅部落共同建立咗一個君主制嘅聯合王國。喺所羅門國王嘅治理下，王國迅速發展，成為咗雄霸地中海東岸嘅商業強國。佢花費巨資喺耶路撒冷修建咗一座金碧輝煌嘅聖殿，成為猶太教嘅聖地。所羅門去世之後，強大嘅希伯來國家分裂成咗2個獨立嘅王國，一個係以色列，另一個係以耶路撒冷為中心嘅猶大。公元前722年，以色列經歷嘅戰火逐漸泯滅喺歷史裏面，國民被擄掠、流散同化成咗其他民族嘅人。北方嘅王國消失咗，南方嘅猶大王國亦都冇逃脫命運。國家喺巴倫比帝國嘅鐵蹄踏破，聖殿亦都被焚燒殆盡。國民雖然冇遺忘歷史，但係亦都被強行遷徙到咗伊拉克。幸運嘅係，佢哋嘅社會結構同宗教信仰冇遭到破壞，依靠呢啲紐帶，幸存遺民以猶太人嘅身份延續落嚟，並逐漸形成咗自己嘅文化特色，成為今日猶太民族嘅血緣同埋文化主體。此後幾百年，雖然猶太人經過努力數次復國，卻始終無法再現先祖嘅輝煌過往。公元1世紀，猶太人建立嘅國家再度被羅馬滅亡，並且為咗防止猶太人再度發跡，佢哋將猶太人從迦南地區徹底驅逐。猶太人從此被逼流離失所，四處遊蕩，開啟咗長達2000年嘅流浪生涯。族人嘅腳步遍布歐洲同西亞嘅各個角落。喺呢一個過程中，猶太人先後受到西歐封建帝王、羅馬教廷同埋新興資產階級嘅迫害，並爆發咗3次規模巨大嘅排猶運動。第一次規模較大嘅排猶事件發生喺中世紀嘅西歐，當時歐洲封建嘅帝王同埋羅馬教皇為咗向東方擴展勢力，開始利用異端宗教煽動教徒嘅狂熱情緒。佢哋將猶太教列為異端邪說，限制猶太人嘅權利，沒收佢哋嘅財產，並宣揚猶太人要對耶穌之死同埋肆虐歐洲嘅黑死病負責，對猶太人竭力排擠。喺教廷嘅許可之下，貴族同埋封建領主對自己領地裏邊嘅猶太人展開咗血腥屠殺同埋驅趕。農奴同城鎮平民亦都將殺害猶太人睇作係對基督教嘅虔誠行為，導致西歐嘅猶太人從原本嘅150萬人衰減到不足30萬人。大批猶太人逃亡到東歐同埋北非。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處於東歐嘅沙皇俄國境內出現咗第2次大規模嘅驅趕猶太人嘅熱潮。當時沙皇亞歷山大2世被革命黨人謀殺，俄國喺戰爭中連續失利，俄羅斯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加劇。為咗轉移民眾嘅視線，俄國當局偽造咗一系列猶太人要征服世界嘅言論，想要將俄國嘅失敗推脫到被群眾厭惡嘅猶太人身上。大批猶太人因為被懷疑充當奸細，遭到逮捕同屠殺，並被限制只能夠喺指定區域內活動同居住。
政府拒絕使用猶太人，亦都唔許猶太人從事其他自由職業。喺生活無着嘅情況下，猶太人被迫向新崛起嘅美國同南美洲展開咗新一輪嘅逃亡。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德國更係將猶太人摁喺咗地板上摩擦。當時德國嘅納粹為咗宣揚自己種族嘅優越，就攞空有財富嘅猶太人做對比。喺差唔多10年嘅時間入邊，德國納粹屠殺咗600萬猶太人。毫無疑問，猶太人能夠傳承幾千年，自始至終冇滅亡，佢哋一定係一個傑出嘅民族。時至今日，猶太人仍舊係聰明嘅代表，儘管佢哋冇屬於自己嘅國家，但係喺佢哋嘅思想入邊，只要人活着，所到之地就都係自己嘅家。但正係因為佢哋擁有住自己觀念裏邊深刻嘅認知，無論係嗰個國家，無論係對佢哋好或者唔好，都唔能夠被認同。咁樣自私嘅觀念就注定咗佢哋唔會被歡迎。事實上，傾到猶太人嘅經歷，甚至係而家嘅生存環境，並唔係想要單純嘅討論佢哋信仰嘅好壞、生存環境艱難與否，而係通過佢哋嘅歷史，令人們清楚，從來都唔存在邊個更高貴，邊個係卑微嘅人群，人生而平等。擁有自己嘅信仰冇問題，但係唔好一味嘅用自己嘅信仰蔑視其他所有人。